歡迎翻嚟，我嘅運動，我係天河啊。嗱，呢張古拉咧就有最新消息啦。咁咧就係隊長技能就係超四悟空、超四比達嗰種啦。極體屬性又加3格氣，3為120。後邊嗰個應該係極超啊，加1格，之後3為50啦。咁必殺技超絕特大，超絕特大，然之後大幅減防。睇一睇佢個被動技能，攻防加100%，之後追加一下。其實呢張我覺得只不過係一張強化咗嘅布洛尼啦，但係佢冇布洛尼啲 skill 咁好練喎。因為你基本上你睇嗰啲，佢呢個連鎖技能係得經驗嘅速度，但係你睇屬性嗰啲，好似阿布洛尼、Black 嗰啲，淨係得臨戰同埋恐怖絕望。佢根本上佢係唯有擺喺屠龍隊度練嘅啫喎，做隊員你做隊長擺喺睇屬性嗰邊，你全部連晒極體，2張大炮你都連唔到，係咪先？即係 Black 同埋布洛尼你又連唔到。如果你加張超藍比古洛，你又連唔到。超藍比古洛都係得臨戰合體戰士嗰啲，其實唔係太好連喎，呢張真係好一般啫喎。我睇一睇舊嗰張未 D 機前，加2格氣，3為100%大幅減防，超絕特大。係咯，攻防80%追加一下。咦？仲要係追加攻擊希必殺技啊！咁即係唔係咩咯喎？唔係即係唔係布洛尼喎？係咯，布洛尼係唔知幾多格氣以上啊嘛，佢係淨係追加一下普通攻擊之後話咩喎？低機率出必殺技喎，咁真係好一般啫喎呢張。呢張有舊嗰張呀，舊嗰張就有得咩啦而家？有得 DK 埋啦，有氣絕咯，叫做好啲咯。呢張我國際版有，但係佢啲 skill 真係唔好練。你宇宙最強一族連菲利，佢係咯，征服唯有練，即係你要有技嗰張黃金菲利先同佢練咯。呢張又唔知咩嚟㗎，可能我都冇乜點見過，可能係好舊嗰張啦。呢啲應該舊卡啦，或者打返嚟喎，超特大，可能打返嚟喎。超擊戰，咦唔係喎，超擊戰就冇得打㗎咯喎，超擊戰應該係舊卡俾你 DK 返嗰張嚟。呢張弱到不得了喎。呢張反而好得意啊，我覺得呢張就值得收藏啦。雖然佢唔係好勁啊，但係呢張個樣夠 Q 啊嘛。吳凡騎住隻小龍，我真係好期待佢打出戰畫面嘅時候，咪騎住隻小龍咧。被動技能30% 以下一度加200%，同埋 HP 全可能係咩喎？回晒血一次喎，咁咪有用喎呢張。30% 以下，咁即係維斯嗰個技能嚟㗎咯喎，要 HP 回血，再加埋可以爆到一下200% 嘅，反而呢張有驚喜喎。不過呢張應該都係抽㗎啦要。唔係呢張可能好似係佢條靚咯，冇乜點睇。加氣咯，速同技加2格氣，經驗嘅速度。係咁多啦。中意呢片俾個 like 我同埋記得訂閱我。不過咧我又真係唔知會唔會抽你張，可能一個單抽，睇下抽唔抽到阿小龍嗰張唔煩啦，唔煩嗰張最想要喎反而咁好啦，下次可能有抽卡片啊，再見大家啦，好啦，拜拜。